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学习第10课的 grammar 部分。好，先来看例句 example。大家不要说话了。大家不要说话了，也可以说大家别说话了。你不要看电视了。你别看电视了。你不要玩手机了。你别玩手机了。那这个不要别就是我们说的 niet 啊 niet。那我们说你不要看书了。你不要看书了，也可以说你别看书了，对吧？你别看书了。你该休息了。你别看书了，你该休息了。你别打游戏了，也可以说你不要打游戏了。你不要做饭了啊，你不要做饭了。那注意哦，我们还学了啊，我们的不要别就我们说的念啊念，这后面是加的是动词哦，动词，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看书啊，你不要看书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去学校。那我们还学了不和没，它们都是 niet， 对吧？那我们说没什么？没鸡蛋了啊，家里面家里没鸡蛋，没鸡蛋了。没鸡蛋了，我没钱了。钱啊，借给我没钱了，能不能说不钱？我不钱，不可以啊。那不什么？那我们可以说不好，对吧？不好，好是什么？是一个形容词啊，形容词 adjective， 不好，或者是啊不开心。或者是不漂亮，漂亮 красивая呀，不漂亮，她不漂亮了，不漂亮啊。还有呢，还有说我不开心，开心不高兴，不开心不高兴。那这是什么？那我们说啊，不后面它能不能说不鸡蛋不钱？不可以。那这个呢，就叫做我们的什么词？这个叫做我们的 noun 名词啊 noun。那好漂亮，这个叫什么词？这个叫做形容词 adjective 啊。那开心呢？我开心也是啊，我很开心，他开开心心，它也是我们的 adjective。那我们说不要，这个是不要什么？不要后面跟的是动词啊，动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它后面的我们后面的词是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。注意了啊，一定要注意。好了，我们说啊，那现在想想还有没有别的？比如说，你别准备午饭了，我们去外面吃饭。你别准备午饭了，对吧？或者是你不要准备午饭了。好，可不可以也可以说，你别写。那注意啊，这里有一个
你别说话了，就是它有一个就是你别说话了，可以吗？你别说话了，可以吗？对吧？那如果我说不说话，那你就是你不可以说话，你不能说话，对吧？我说不说话啊，这里也有我们说的，也可以说啊，大家不说话了，就是你现在不可以说话，不可以说话，你必须马上，你必须停止说话 ，stop。所以我们这里呢，你不要别，它还有那种可以吗？你可以这样吗？你不要说话了，好吗？你不要看电视了，好吗？你别看电视了，好吗？它有一种就是请求，就是这种在里面啊。我们的这个不，它也可以说不，它除了是我们说的形容词，它也可以加上我们的这个动词，比如说不说话，不看电视，不玩手机。那在我们的课堂上，你们不说话不说话，不是不要说话，不说话。我没有，你听老师说你不能说话，现在你不能说话，知道吗？它相当于有一种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order 在里面。我们说的命令，我说你不能说话，你就不能说话，而我没有说那在课堂上你不要说话了。那不要说话，你可以说我可能如果我喜欢你我要听你的话，我就说好，我就不说话。但是我今天不喜欢你，我要说话，我就说话，对吧？现在这里能不能明白？如果有问题再问老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说的对运动对身体好运动对身体好，看报纸对学汉语有帮助，老师对学生很好。早睡早起对身体好，打篮球对身体很好，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。这个对呢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把它理解为 for 对什么对什么好，什么对什么好吧？看报纸，它对什么好？对学汉语好，有帮助，对吧？那老师对学生，老师学生很好，对吧？老师对学生很好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是个动词，也可以是个形容词 adjective。那早睡早起呢，它是对身体好。打篮球呢，也可以对身体很好。看电视呢，对学汉语有帮助，对吧？那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说吃饭对身体好，对吧？吃饭对身体好。那写汉字对学汉语有帮助，对吗？写汉字对学汉语有帮助。好，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看电视，看什么电视？
看我们说的啊，看汉语的有关汉语的电视，对学汉语很好，或者是有帮助，对吗？那同学们再想一想，还有什么？比如说看电影，看中国的电影，看中国电影，对对，学汉语有帮助，对吧？看中国电影呢，对学汉语有帮助。我们说啊，那同学们可以再想一想啊，如果我们说学习对什么好？学习会对我们的生活就是 life， 会对我们的生活很好啊，或者是对我们以后的生活好，对吧？现在我们学习，那以后就是 future， 在以后呢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好。好了，我们的 grammar 部分呢就讲到这儿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，记得告诉老师。